相信坐廁係我哋每一日都會接觸到嘅用具之一。咁大家知唔知喺選擇坐廁之前，我哋首先要知道嘅係屋企用嘅坐廁係啲咩嘴呢？今日我就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可以選購到啱你屋企用嘅坐廁啦。坐廁出水設計有分高嘴、低嘴、地去水3種。你唔知係咩嘴嘅時候 ，Richford 自由嘴就絕對可以幫你對啱嘴型。傳統坐廁會有一條圍住坐廁邊嘅隱藏管道輸水，久而久之就會變得污糟。美國品牌 Richford 專利抗菌坐廁360度超旋坐廁，佢嘅創新科技設計，利用水流沖力專利技術，360度超旋式沖水，強勁水流源在圈內旋轉，菱角內壁旋渦，加速洗刷，乾淨易清潔，亦大大減少傳統水花四濺嘅問題。相對於傳統沖水聲會寧靜好多。Richford 坐廁嘅 size 只係25.3寸，好慳位啊！而最特別嘅係坐廁採用自由嘴，適合高嘴、低嘴同地去水 ，fit 晒所有嘅去水位，唔使再擔心會配錯。另外，坐廁腳部離長6寸，高16寸，特別做到避開渠位，適合香港90% 以上嘅浴室啊！有咁好嘅產品，仲唔快啲嚟到我哋嘅網址同埋 Facebook 專頁選購一下？